台中校园 A 型流感是传甲真严重，开学到昨有396个人通报确诊，疫情毋但野悬，阁比过去较早来发生。疾管署就推测讲可能是甲免疫力无够有关系。听称讲，明仔载开始会当来注公费流感疫苗，也个风险族群就要赶紧去做。透早诊所到病人快筛出现 A 型流感，台中市校园引爆 A 型流感疫情。第一线是科医所观察，9月开学了后流感病例暴增。目前中市校园至到3岁，因讲是一人为着专家破病。A 型流感的确诊的人数就一直在攀升，那尤其是青少年，他们互相传染的情况更严重。家里有一个人得的话，几乎全家也都会感染。9月开学报告1个月，台中市府统计到9月至9为止，全市学校通报确诊 A 型流感有396人。校方正做高风险区，西屯区中庆国小附生幼儿园教囡仔洗手，防止疫情。勤洗手、戴口罩啊，那注意这个保持相关距离这一种公共卫生的观念已经落实。比如说发高烧了，不来学校上课。师生卫教宣导，注意呼吸道及咳嗽礼节，落实生病不上班、不上课，避免疫情发生。疾管署表示，顶礼拜全国流感就诊52.9万人次，比前一礼拜提高10.2%。其中台中市为16148签关到18971人次，而且疫情比以前提早报道推测，甲免疫负载有关系。往年大概就是12月初左右，会进入流行期。那今年确实是有提早的一个现象，可能跟免疫负载有关。中央地方卫生单位呼吁10月7日会做3剂公费流感疫苗，包含目前流行的 A 型 H3N2 甲 A 型 H1N1 拢在内，卖686万剂，高风险族群爱较早来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